咁我哋要點樣歸向基督嚟回應呢項恆久不變嘅邀請呢？經文提供好多例子同方法，各位都相當熟悉最基本嘅事情，最容易嘅係嚟自心中嘅渴望，就係我哋所知道最基本嘅信心。其次，我哋一定要改變任何我哋能夠改變可能係問題所在嘅部分。總之，我哋必須悔改。悔改可能係基督徒嘅生字中最有希望同鼓勵嘅字。我哋感謝天父允許我哋改變，感謝耶穌，我哋能夠改變。只有透過佢哋嘅協助，我哋最終能夠咁做。第三，我哋要盡力喺各方面承受佢嘅身份，以承受佢嘅名嚟開始。嗰個名係藉住福音嘅拯救教義立約嗰時正式賜予嘅。從洗禮聖約開始，到聖殿聖約為止，仲有其他嘅聖約，例如領受聖餐，都會喺我哋一生中為我哋帶嚟更多嘅祝福同提醒。